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在内科临床工作超过20年。每天早上在门诊，我常常问病人：你起床后喝的第一口是什么？有人说是咖啡，有人说是茶海，有人乾脆不喝任何东西就出门。但其实忽略了早晨的第一杯水，对身体可能是个不小的负担。根据研究，人在睡眠6-8小时之后，会透过呼吸、流汗，悄悄失去大约400-600毫升的水分。醒来时，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。这时候，血液会变得比较粘稠，循环速度也变慢，对心脏与脑部都是一种压力。我看过不少长辈，早晨因为血液浓稠而出现头晕，甚至有人在起床后的短短几分钟内中风。这些案例虽然令人遗憾，但也提醒我们，第一杯水不能少，更不能错。很多人问我，医师是不是冰水最好，可以提神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刚起床时最适合身体的是一杯温水，它不会刺激肠胃，不会让血管突然收缩，反而能够温和地唤醒整个循环系统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我自己以前也没想到，但后来发现非常关键的提醒，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听到最后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跟着我？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打1。如果觉得还好，也可以打0，我都很感谢你愿意花时间听。那么为什么早晨第一杯水这么重要？我们来看看身体在清晨需要什么。很多人以为一天的开始只要吃早餐就好，水随便喝一点无所谓。但事实上，水才是清晨最急需的养分。经过一整晚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几个变化。第一，血液变得浓稠，因为水分蒸发和流失，血液中的含水量下降，这会让血流速度变慢，增加心肌梗塞或中风的风险。第二，肠胃蠕动减缓。很多长辈早上容易便秘，原因之一就是体内缺乏水分。没有水，肠道就像前掉的土地，再好的纤维也难以运作。第三，肾脏需要帮忙。夜间堆积的代谢废物需要在早晨透过水分排出，如果这时候没喝水，肾脏就得辛苦工作，长期下来容易受伤。所以清晨的一杯水不只是解渴，而是帮助全身重新开机的关键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每天早上喝一杯温水到底能带来哪5个实际的好处。很多人听到喝温水会觉得太普通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在医学上，这个习惯带来的好处真的不容忽视。第一，促进肠胃蠕动。温水能轻柔地刺激肠道，就像唤醒还在睡觉的系统，对于容易便秘的长辈特别有效。第二，稀释血液，降低中风风险。刚起床的血液偏浓，温水能补足缺失的液体，让血液流动更顺畅，减少心脑血管意外。第三，帮助代谢与排毒。温水能协助肝肾代谢废物，把夜间累积的毒素排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早晨喝水后排尿会更顺畅。第四，减轻关节僵硬。经过一晚不动，很多人早上觉得手脚僵硬，补水能让关节液恢复流动，动作自然更灵活。第五，保护肾脏。肾脏最怕缺水，早晨补水就像帮它加一点润滑剂，减少长期损伤的风险。这5个好处看似简单，却能长期守护我们的健康。但是有些人会问，那是不是喝冰水更好？这就是下一段我要和你分析的，冷水、冰水和温水到底差在哪里？很多人早上第一口不是温水，而是冰冰凉凉的水，甚至是冰咖啡、冰茶。
他们告诉我一湿这样比较提神啊。但其实刚起床时喝冰水对身体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一，冰水会刺激肠胃，清晨的肠胃还在休息，如果突然喝进去低温的水，就像泼了一盆冷水，肠胃道容易痉挛，甚至有人因此觉得胃痛。第二，冰水会让血管收缩，早晨血液本来就比较浓稠，如果再因为冰水导致血管收缩，心脏需要更用力才能把血液打出去，对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长辈来说风险更高。第三，温水更符合身体的状态。人体的温度大约37度，清晨喝下接近体温的水，能更快被吸收，也能更自然地进入循环系统，不会带来额外负担。有些人问我，那是不是只能喝热腾腾的水？其实不需要，太热的水反而容易烫伤口腔与食道。所谓的温水大概是35、40度，入口觉得温和不刺激，就是最适合的。所以早晨的第一杯最好选择一杯温水，它不像冰水那么刺激，也不像热水那么烫，刚刚好帮助身体慢慢苏醒。那么每天到底要喝多少才算是足够又安全呢？这就是下一段要谈的重点。很多长辈一听到要多喝水，就一口气灌下满满一大杯，还有人觉得喝越多越好，这样身体才前进。但事实上，喝水要讲究方式和分量，尤其是清晨的第一杯。第一，分量建议200、300毫升，大约是一杯普通马克杯的容量。这个量足以补足一夜的水分流失，又不会造成肾脏或心脏的负担。第二，不要一口气喝完，建议分2、3口慢慢喝，因为身体需要时间吸收，灌太快容易增加心脏压力，也可能导致一时的肠胃不适。第三，依照个人状况调整。肾功能不佳、心脏衰竭的病人，清晨喝水的量必须咨询医师，因为过量可能造成浮肿或呼吸困难。第四，之后的时间要持续补充。清晨一杯水只是开端，不代表一天的需求都满足了。建议整天均匀地喝水，每2、3小时补一次才是正确的方法。所以早晨喝水，重点不是多，而是刚好。只要能持之以恒，每天固定喝200、300毫升温水，对血液循环、肠胃蠕动和肾脏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3个常见的错误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但其实反而伤害了身体。虽然每天早上喝一杯水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在我的门诊里，我发现不少长辈其实喝错方式，结果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带来新的问题。第一，一口气灌太多，有些人起床就猛灌500毫升，甚至1公升，觉得越多越好。但清晨时，肾脏和心脏还在暖机，突然灌大量的水，反而增加循环负担，对有心脏病或肾脏病的长辈特别危险。第二，加入过多添加物。有人觉得光喝水没味道，就加很多蜂蜜或柠檬，少量还好，但蜂蜜含糖高，血糖控制不佳的人会有风险。柠檬太酸，空腹喝容易刺激胃酸。其实最适合的还是单纯的温开水。第三，喝隔夜水或不前进的水。有些人为了方便，会把水装在保温瓶里放1整晚，隔天早上直接喝。但水放久了，容易滋生细菌或金属溶出，长期下来反而伤身。正确的做法是早晨现煮或现接的温水最安全。所以早晨喝水贵在正确，而不是花俏。只要避免这3个常见错误，就能让每天的一杯温水真正发挥它的价值。那么坚持这个习惯真的有效吗？接下来我想告诉你一位病人的真实故事。张伯伯今年74岁，住在桃园。第一次来找我时，
他抱怨医师，我每天早上都觉得头晕，肠胃也不太顺。他习惯早晨只喝1杯浓茶，认为那样比较提神。检查后，我发现他的血液浓稠度偏高，肠道蠕动也比较慢。我建议他试试每天起床先喝1杯200毫升左右的温水，再去喝茶。一开始他不太相信这么简单的事有用吗？但我告诉他，只要3个月，你自己会感受到差别。结果3个月后，他笑着回来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早上不再头晕，排便也顺畅多了。原来1杯温水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。”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健康的改变往往不是靠复杂的方法，而是从最简单的习惯开始。每天1杯温水，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坚持下来，却能让生活品质大大不同。那么，如何把这个习惯变成每天自然而然的动作？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几个实用的小技巧。很多长辈听完会说：“医师，我知道喝水好，可是我常常忘记或者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。”其实，养成习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做到。第一，把水杯放在看得见的地方。起床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提醒自己要喝水的最好方式。建议把一个前进的马克杯放在床边或餐桌上，里面倒好温水，醒来就能喝。第二，把它和既有习惯连结。例如，有些人起床第一件事是刷牙，那么就把喝水安排在刷牙之后。也有人早上要吃药，就先喝1杯温水，再服药，两者结合起来更容易记得。第三，准备合适的器具。很多人说自己懒得煮水，其实只要在家里准备一个快煮壶，5分钟就能有1壶温开水，不要等太麻烦，越简单越能长久。第四，和家人一起执行。一个人常常容易忘，但如果和伴侣或家人一起提醒，互相督促，就更容易坚持。我见过不少长辈，刚开始总觉得困难，但只要连续3周，几乎都能变成自然动作。因为身体会回馈你，肠胃更顺，精神更好，早上不再头晕，这些正向的改变就是最好的动力。那么最后我想送给你一个提醒，因为每天的1杯温水不只是水，而是守护健康的起点。谢谢你一路听到这里。每天早上1杯温水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它真正守护的是我们的血管、肠胃和肾脏，也是我们每天行动自由的基础。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因为它提醒我们，健康不是来自昂贵的药物或复杂的方法，而是来自日常一点一滴的坚持。就像我在门诊常告诉病人的，习惯会改变身体，而身体会改变生活。如果你愿意从明天开始，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承诺，起床后先喝1杯温水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，也可以把影片转发给朋友和家人，提醒他们，健康其实可以从很简单的地方开始。免责声明，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参考，无法取代医师诊疗，如有疑虑，请洽询专业医疗人员。祝福你每天清晨精神饱满，走得稳，活得自在。